性嘅壓力啦。咁呢啲咧都會構成對身體有一個長遠嘅唔好嘅問題出現。咁所以應該係要面對，就唔好講話真係女士可能會呢樣比起頭先嗰兩樣仲更加重要嘅就係比較容易肥㗎。比較會容易肥，因為甲狀腺偏低而令到自己容易肥。冇錯。之餘仲要肥得嚟咧，好容易咧就變咗啲橙皮脂添。哇！點解會有呢個嘅影響咧？又想問下黃醫生啦。嗱，呢個好簡單，你會明白啦，就係因為甲狀腺咧係主宰咗我哋頭先講話身體個暖爐啊嘛。咁如果你開得咁細，即係話甲狀腺好低嗰陣，你開得咁細嘅話咧，你好慳電。好慳電咧，就好慳能源啦。咁即係話咧，你平時食嘢咧，你好容易咧就超標啊。消耗唔到啊！一啲人咧，佢食多啲咧，佢可以用個熱量咧就發揮咗佢，即係好似化咗啲脂肪咁講。將即係如果有咁嘅練功啊最好啦，可以一練功咧即係個身發熱嘅，就將啲脂肪化晒佢，咁咧就唔會肥。咁但係呢個咧其實某程度上咧都係講緊嗰個身體呢個暖爐嗰個度數，即係話個甲狀腺如果你長期偏低咧，你係會好容易肥嘅原因。咁呢個累積嘅脂肪又點解會容易啲轉化成橙皮脂咧？因為橙皮脂嘅形成，其中一個因素咧就係血液循環唔好。咁所以咧，血液循環咧就主宰就係於呢個甲狀腺。咁所以你即係所有好多呢啲嘢咧，都係你不但只係容易聚積脂肪，仲要咧聚積啲最難減嘅脂肪嗰度慘。果然係騰楞呱呱楞騰啊嚇！咁好啦，咁又想問下黃醫生啦。頭先提過啦，即係其實除咗女性好普遍會有手腳冰冷之外咧，公公婆婆會容易啲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即係聽呢個環節聽得多都知道啦，身體咧即係機能衰退嘅時候咧，荷爾蒙咧佢嘅產生都會遞減啦。咁甲狀腺都係荷爾蒙嘅一種啊嘛，自然會遞減。似乎都係咧年紀比較大會發生嘅事情，但係唔係喎，好多朋友都係由細到大都已經會手腳冰冷㗎喎。有一啲人其實一出世開始咧都有可能咧係先天性咧個甲狀腺係偏低，呢個絕對有嘅。咁我哋其實有一啲有啲咩蛛絲馬跡咧，譬如有啲人咧扁平足嘅人咧，好多時係先天性一生出嚟咧，嗰個甲狀腺係偏低嘅。咁啊比較容易有扁平足。會有關係嘅。會㗎，有關係。明白。咁有好多等等呢啲嘢咧，就有啲甚至乎咧出世咧已經個甲狀腺係好嚴重性偏低咧，嗰啲人咧就直情會有個自傷發育嘅問題添。咁所以其實由細到大都有機會被呢一個甲狀腺偏低嘅問題而所影響得到。冇錯。咁好啦，如果我真係咧即係懷疑自己咧有唔同嘅徵象咧，都發現自己可能真係甲狀腺偏低喎，點樣去證實呢樣嘢咧，黃醫生？去證實咧，就首先第一步驟咧，當然就係一般醫生咧會幫你驗血啦，咁會驗一啲甲狀腺嘅荷爾蒙嘅血啦。咁但係咧，有時要一樣嘢要明白咧，驗咗個血液出嚟咧，你要明白到個血液咧，只不過係反映到當時嗰一刻嗰個血液裏邊嘅甲狀腺嘅度數。咁有時咧，甲狀腺嘅分泌咧，亦都會有每一日唔同嘅時間咧，會有啲高有啲低嘅。咁所以有時個度數就算翻嚟正常嘅話咧，都唔一定可以100%話肯定你係冇甲狀腺分泌嘅問題。咁點算呢？咁反而咧就係話，如果你真係有好強嘅甲狀腺不足嘅現象咧，咁可以做兩樣嘢。一係咧就去做一個24小時嘅量度個小便嘅甲狀腺嘅功能啦。咁如果另外一個可能性咧，就係直情去用一個試探嘅治療嘅方式，就係去服用一啲嘅甲狀腺嘅荷爾蒙藥，睇下究竟你服用咗之後咧，會唔會好多嗰啲甲狀腺偏低嘅徵象咧，都會冇咗。咁啊調翻轉，如果真係咧，即係懷疑，但係懷疑錯咗嘅甲狀腺冇偏低，但係又食咗補充呢啲甲狀腺嘅荷爾蒙藥咧，對身體上嗰個影響大唔大？咁當然呢個咧就要經過你醫生嘅准許先可以去做啦，因為呢個唔可以自己去決定嘅。咁呢個咧就如果個醫生覺得你係值得去試嘅話咧，佢會當然俾你個份量咧，係唔會影響到你嘅身體。即係都係嗰一句啦，即係要有醫生嘅同佢商量啦，有佢睇住啦，咁就有相對嘅療程可以嘗試去幫助自己。冇錯。咁又另外一方面咧，都想問翻黃醫生，咁知道啦，有呢一個咧，即係懷疑嘅時候點樣去證實？但係同時間地咧，可能有啲朋友真係啦，知道啦，有醫生斷症咗係有甲狀腺嘅問題，亦同時間咧都服食緊呢一啲去醫治甲狀腺偏低嘅問題嘅藥啦。
但係手腳都會仍然冰冷喎，點解咧？即係唔係一個相對直接嘅關係，應該係補充咗甲狀腺就唔會有呢個問題㗎咯。個問題咧就起源於咧要理解到咧，原來我哋身體裏邊咧甲狀腺有分兩種嘅，一個叫 T3，一個叫 T4 嘅。係。咁咧原來咧我哋身體咧可以用到嘅甲狀腺咧係 T3，就唔係 T4。咁大部分而家嘅人服用緊嘅甲狀腺荷爾蒙咧，其實係 T4 嘅荷爾蒙嚟嘅。係。咁服用咗呢個 T4 荷爾蒙咧，如果個身體操作正常咧，佢係會喺身體裏邊咧就將呢個 T4 咧轉為 T3。咁變咗咧，你轉咗之後咧，你就會用得到。咁通常呢個改變嘅變呢個過程咧，就喺個睡眠瞓覺嗰段時間咧嚟到進行嘅。咁所以如果有啲人係瞓得唔好，或者長期嗰個睡眠質素啊，或者個時間都唔夠嘅話咧，你根本咧就轉唔夠個 T4去 T3，咁變咗咧，你相對嚟講雖然係仲食緊個 T4，但係因為你轉唔到呢個動作咧，你一樣係缺乏緊甲狀腺荷爾蒙。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就真係會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幫助？其他方法咧就都有嘅，因為咧當然如果可以改善到你嘅睡眠，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啦。第二個方法咧就喺外國咧，其實而家係有啲叫 T3、T4 嘅甲狀腺丸可以食嘅。咁但係無奈咧，就香港係冇呢隻藥嘅。明白。咁好啦，講翻咧，原來有同睡眠有關，因為我記得上個禮拜咧，即係講到男士嘅更年期問題咧，其實因為睡眠嘅質素又或者睡眠嘅時間唔充足嘅時候咧，都會影響到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即係無論記憶力好啊、腦力好，甚至乎應付壓力嘅問題。哇，甲狀腺偏低，即係因為咁樣而睡眠都有所影響，都真係好大嘅關聯喺裏邊嘅喎，係咪黃醫生？係啊，咁所以點解一個人瞓得唔好咧？特別朝頭早覺得凍啲啊，即係嗰日可能即係朝頭早起身係凍，但係都係特別凍啲嘅。總之你唔夠瞓咧，就會係咁樣。咪後你同我講過，尤其是捱完嘢之後嗰朝，你會覺得陰陰涼涼，就係呢個問題啦。冇錯啦，冇錯。咁好啦，最後咧仲都想問下你啦，即係如果真係有甲狀腺偏低呢一個問題嘅時候咧，除咗真係要去咧揾醫生去幫你斷症啦，去診治之外咧，其實生活習慣啊、飲食習慣上，會唔會都有一啲嘅東西可以提點到我哋嘅聽眾咧？飲食習慣咧，可以從食多啲嘅水果、生果咧，係會增加個甲狀腺嘅分泌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個器官係做唔到咧，咁你點食生果都冇用㗎啦。咁同埋咧，我想補充翻咧，頭先我哋講到話個瞓覺嗰度咧，而家你開始明白到咧，點解唔夠瞓咧係會好容易肥？原因就係因為你個甲狀腺嘅功能咧係會俾瞓覺影響到咯。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以為捱夜會瘦，我以前都以為係咁樣，真係有充足嘅睡眠，即係對身體各方面都真係非常之緊要，係咪？越肥嘅。大家一定要記住黃國豪醫生講呢一句説話。好啦，如果有任何問題咧，想再問多啲嘅話咧，都可以打嚟1834204登記嘅。咁再一次咧，今日唔該晒黃國豪醫生，唔該。拜拜。助你提升生命質素，美化健粵人生。A3 醫學抗衰老中心熱線25218989。小明，今日係親子活動日，你屋企人呢？喺嗰度咯。得嫲嫲咋？你又話媽咪會陪你嚟嘅？佢咪係我媽咪咯。係啊，唔想咁快老化，即刻揾 A3 醫學抗衰老中心幫你手啦。佢哋以專業醫學角度，一站式提供由內至外嘅全方位專業抗衰老療程，幫助活化身心機能，讓你人生充滿活力。A3 醫學抗衰老中心查詢熱線25218989，網址 www.ntaging.hk。